Hello，大家好，我係偉哥啊。今期嘅視頻咧，主要嚟分享一下關於啲香港朋友提出嘅問題，我會一一作出解答啦嚇。因為近排咧一樣嚇，都係比較忙嘅，一直以來你都可以見到偉哥視頻，每日咧係唔斷更嘅，每日都係出片嘅啊。所以每日又要拍片啦，有時有隻製作，有時仲要帶客戶。成交咗之後咧，仲要同佢咧帶埋佢做埋售後服務，所以時間係比較忙嘅。即係有時咧問到嘅問題冇及時回覆你，喺呢度講一聲對唔住啊！我日日翻嚟咧都有關注嘅啊，有啲問題，有啲咧我就直接評論區嗰度答咗你，有啲加到我嘅聯繫方式都會回覆你啊，但係總有啲咧就唔記得回覆嘅。喺呢度咧真係講一聲對唔住啊！咁好啦，第一個問題咧，佢就問佢話：偉哥，我咧就手頭上嘅資金咧唔多，預算又唔高嚇，我想買低首期嘅，有邊啲樓盤？當然啦，有平靚正嘅。OK，關於呢個問題咧，我同你講下嚇。目前惠陽、大亞灣大多數嘅樓盤都可以做到低首期，甚至有樓盤可以做零首期。自從今年上半年有幾個月銀行嘅比較收緊嘅政策之外咧，依家咧慢慢有放開啦。依家依然好多樓盤一樣可以做到低首期啦嚇，甚至係零首期嘅。咁做呢個前提咧，我要同你講嘅，一定要你嘅按揭資料就係香港係睇你嘅糧單同埋水單，我哋大陸叫流水嚇，就係糧單水單一定係要嘅。呢個如果你冇稅單都可以呢個問題唔大。仲有一個係叫收入證明，我知道收入證明，好多香港朋友話我唔知道乜收入證明喎，其實就係證明你喺呢個公司返工有幾多人工，幾多年開始上班都幾長時間，就係咁樣意思。冇呢個如果冇唔緊要，呢個嘢我可以同你搞掂，因為我已經咧好專業，做咗好多嘅呢方面。要嘥啲錢就得，但係呢個咧我包到你嘅客即係前提一定要糧單就得噶啦。當然啦，你向香港求幾個糧單都可以覆蓋到呢個月供嘅呢個，所以講呢方面係唔需要擔心嘅。好啦，首先我要第一個同你講嘅就係零首期嘅，最近就係泰豐木馬湖同埋泰豐金鳳園兩個樓盤係同一個發展商嘅，因為佢同銀行嘅關係非常貼。再加上佢本身嘅信譽信貸嘅信譽比較好，所以銀行佢公關嚟講係比較強，所以而家可以做到零首期。而家唔係個個樓盤都做零首期嘅但係佢零首期咧，少少嘅幾百蚊首期，高嘅幾千蚊。點解？有幾百蚊、幾千蚊有啲唔同嘅咧？佢就係話，當你呢個按揭嘅呢啲錢嘅尾數唔達到1萬蚊嘅，佢銀行就唔計嘅，就俾你去當首期自己去交嘅。比如講下呢套房係90萬零2000蚊，咁你就俾2000蚊嘅首期，零9000蚊你就俾9000蚊嘅首期。而且話零100蚊90萬零100蚊，你都俾100蚊嘅首期。佢就係咁嘅咧，唔夠1萬嘅要你自己俾呢個係好低嘅啦泰豐木馬湖金鳳園呢兩個樓盤品質都非常之唔錯嘅，大家知道萬達廣場一個比亞迪商圈兩個商業都係非常之發達。價單嚟講，就金鳳園7000零蚊起到8000蚊，泰豐木馬湖1萬蚊左右到12000幾。呢兩個樓盤搞啲配套都係非常之唔錯嘅。但係咧，泰豐木馬湖戶型目前嚟講係有啲大，如果買細單位咧，可能就可以選擇其他樓盤啦。呢個樓盤目前係加推80幾平方嘅無減費，聽講佢下個月底可能會推出嘅OK， 第二個咧，星河丹提，星河丹提大家都好清楚價錢係高啲，但係佢號稱惠陽第一豪宅，佢一樣依家可以做到2萬蚊嘅首期。但係呢個咧一定要睇資質，佢所謂嘅資質睇你嘅收入同埋你嘅年齡。如果年齡太高，60幾歲啦、70歲可能就唔得如果只係50幾歲
完全冇問題嚇，2萬蚊嘅首期，你有2單都得㗎啦。呢個樓盤，呢個樓盤我就唔過多介紹啦。呢個樓盤相信大家都俾我了解下，佢就係怪有佢怪嘅道理。畢竟佢係除咗惠陽話大豪宅，佢配套係最強嘅。好啦，第3個樓盤咧，我同大家講嘅嚇，就係比亞迪雙肩博南騰瑞，佢可以做到5到6萬蚊，佢零首期又唔得嚇，最少5到6萬蚊，其實都 OK 啊，係咪先？佢帶埋裝修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俾你，呢個嘅關價咧去到8000蚊到9000零蚊之間嚇，大裝修9000蚊，佢仲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俾你。尤其而家大4棟全部裝修有升到級，佢嘅配套商業乜嘢講都係好繁華，屬於比亞迪雙肩啊。呢個樓盤一樣啊，都係好多港人朋友中意嘅，而且已經好多香港業主買喺呢度噶嚇。接落嚟咧，嗰個低首期嘅樓盤，包括嗰個朗斯綠苑嚇，以前咧2、3萬蚊得嘅嚇，依家可能就唔得啦，而家最少都要7、8萬蚊啦嚇。仲有大華悅庭呢啲樓盤都可以做到低首期嘅。仲有咧好多啲細樓盤唔係好出名嘅嚇，都好多，所以講呢個唔使擔心，低首期樓盤選擇性比較多，有時間過來望一望啊。好啦，第2個問題，佢話偉哥，佢話我咧依家就睇樓睇到即係話關注你大半年嘅啦。從你第1個賬號到而家，我都好關注你。佢話你講嘅嘢比較中立，但係我一直都入唔到手。我周邊嘅親戚朋友身邊嘅好多已經係買咗啦，但係有啲講話早買咗，後尾又話睇跌咗價咧，佢自己咧搞到佢都好驚，到而家唔敢入手。好啦，呢個問題有啲長嚇，所以我嚟同你去分析下。冇錯嚇，一定舊年到以來咧，都可以睇到市場，睇到所有 A 陣一啲經紀嘅中介嘅宣傳，睇到都係好似咁，市場一直係降啊，嗰度降嗰度降。其實咧，佢裏面嘅遊戲規則廣告效應，我話俾你知啊。實質上好多熱門嘅樓盤，佢價錢咧冇降嘅，有啲反而升咗啲啲啊。佢做乜嘢？一出現到同一個樓盤，好似泰豐冇馬湖。人哋打廣告一下子話9000蚊1平方，所以講呢啲咧，無非就係發展商最多放出1到2套出嚟，2樓或者頂樓嚟做下，俾你哋呢啲 A 站大家去發下資料，去約客戶話9000就係引流過來嘅啫。實際上來到呢度，一睇並唔係咁樣，大多數都係10000幾、11000幾，都係咁樣嘅。好多樓盤都係咁樣，呢種叫營銷手段。但係一個問題，我同你講下，依家做乜嘢發展商冇可能再大幅去降低呢個價錢呢？因為佢已經係出咗底嘅，我一直之前有講嘅，依家成本價，甚至咧好多發展商已經係食本嘅一啲邊緣嘅啦。再落去咧，佢真係頂唔住嘅啦，佢真係要破產嘅啦。但係你睇銀行同埋當地政府允唔允許佢咧？唔允許嘅，所以佢咧當地政府都睇到佢好落力去維持呢個市場要止跌維穩，佢出咗好多招數，從允許低首期，本來低首期係屬於騙貸嘅嚇，違規唔允許嘅，允許你低首期甚至零首期，又降到歷史最低嘅利率3厘。再加上依家咧，佢徵收土地，政府或者係發展商徵收，佢賠嘅係房票啦，唔再賠房同埋錢俾你。以前一徵收哇，一家都發達啦，有賠房，人手一套添，仲賠埋錢俾你，係咪先？依家呢種歌仔冇得唱噶啦，依家只可以賠房票。房票係乜嘢咧？呢啲嘢又唔可以攞去當現金使嘅喎，買嘢又唔得。賠到你，比如講徵收呢個土評估，賠翻200萬俾你呢個土地，好啦，佢就俾咗200萬嘅房票俾你，只可以喺呢個區域，比如講大灣佢指定20個樓盤俾你去買翻等額嘅，
200萬，哪怕你係買一套、買兩套，反正就係呢個金額對等係買都得㗎啦。200萬我就要買個大平層咯，係咪先？100萬我就去買兩套咯，我就買兩套200萬咯，就係咁嘅意思。房票呢個好明顯啦，政府嘅意圖就係促進呢個房地產嘅活躍、購買能力等等一系列嘅乜招佢都會使得出嚟㗎啦。所以講依家咧就係對房地產依家呢個時候，再加上你發展商發覺資金依家可能轉唔過來嘅時候咧，政府都會出嚟評估你呢個發展商啊，冇話到嗰個叫做資不抵債嘅時候，佢都會叫銀行貸款俾你，甚至咧揾到啲優質嘅資方扶持你自資落去，就俾你順利交付交樓俾你呢個咧就係政府嘅態度。所以講咁嘅情況下咧，到依家嚟講，我唔夠膽話係最佳時期，亦都係呢個時候係啱啱好噶啦。但係你話以後房價會唔會持續再跌或者係再升，我唔敢保證。但我可以講，今時今日呢個價錢事實係觸咗底噶啦。咁作為香港朋友想買嘅時候，我又係始終一直講嘅就係，只要你今時今日我可以預算幾多資金俾你講，我只好攞出幾萬蚊，你就可以玩零首期。我有充足資金可以存款，俾多啲首期，你就俾多啲，千祈唔好超出自己嘅預算同埋計劃畢竟係攞嚟養老嘅，攞嚟退休嘅。能源貸款冇存款，記住呢句話。我多啲現金放喺袋呢度，比較香，我慢慢還。如果到嗰時我真係呢啲錢多到我用唔到，提前還款用呢種模式亦冇問題嘅。所以講咧，呢個就係講到嘅。好啦，喺呢度咧我就講一個故事呢個係真實嘅我呢個香港客戶，佢舊年年底咧同我買到一套房，佢咧就有一個堂細佬，佢從23年就開始睇樓，睇到一樣，今年年底咧，佢買喺邊度佢就買河源嘅春木園嗰個文旅城依家嚟後悔啱啱咧，佢上個星期佢即係話我個客戶咧同佢堂細佬，我推到我嘅聯繫方式堂細佬，佢堂細佬問我而家咧仲有冇3萬蚊到5萬蚊首期嘅樓盤，後尾同佢傾起來，佢知道佢嗰套房後悔咗，賣又賣唔出去啦。所謂嘅文旅盤宣傳到好誇張，實質上依家就邊個話好中意去嗰啲地方旅遊，好少嘅依家市場經濟，好多人叫窮遊我哋大陸自己揸車去，一打去嘅地方過夜咧，就車尾攞出帳篷喺嗰度自己帶啲零食，甚至帶啲架生去自己去燒烤，都係咁樣，好少話去住酒店去邊度，好少嘅堂細佬從珠海、中山，甚至睇到嗰韶關，佢都話去睇過，最終買豪園，死啦當時70幾萬錢到攞到落來，今時今日又去買翻呢度，想買嗰度，冇錢啦，得翻幾萬蚊幾萬蚊。好彩佢嘅收入一個月有3萬零蚊，可以覆蓋到。所以講咧，呢個就係佢選擇係好重要嘅好重要嘅。所以講呢個時候咧，可以入手嘅呢個價錢真係低嘅。而家建安成本再加上營銷成本，所各種嘅交俾政府嘅啲費用大翻套房9000蚊1萬蚊都係成本價，低於呢啲佢都係食本噶啦好啦，第3個問題，佢話偉哥，大話熱庭嘅公寓可唔可以買呢個問題之前咧唔單你呢個好多個人問過我呢個問題，我一開頭話我就幾個字就打發噶啦，千祈唔好買，因為點解公寓
係我哋嚟講，惠州流通唔到嘅。哪怕你係20萬買一套，你永遠就20萬就打水漂打得間房，以後嚟買你根本賣唔出去。好似你出租啦，收啲租金。如果你投資嘅可以入手，如果嚟養老嘅，自己住嘅唔建議。大話悅庭呢個公寓下總高咧話5米，除咗樓板中間隔成2層，貼下瓷磚再加高，再裝修掉啲乜天花，可能剩低幾多啊？剩低4米半，隔成2層，2米多啲一層。你個山高高啲嘅嚇，唔好話幾多啊？你就係1.8米嘅山高都好，你係好壓抑嘅去到嗰度，行到頭頂，剩低嗰啲啲。而且呢個公寓佢係純公寓嚇，電費、水費、管理費都係貴嘅。第一個，佢係40年產權，哪怕呢套房你係買30萬買呢度，你永遠就當30萬你買唔出去嘅啦。加上佢又係騎樓。所以講佢公寓千祈唔好買。當然啦，深圳、香港嘅公寓流通好大，因為你嘅房價太高啊，好多人佢買唔起大積嘅，佢只可以買公寓。但係惠州，除非房價升到3萬蚊到5萬蚊，可能呢個公寓咧就有人買，係咪先？好啦，咁到啲佢買邊啲人群可以買咧？就係呢個單身嘅年輕女仔可以買。因為佢比較中意嗰種乜服飾嘅女仔，佢可以咧入邊咧修飾得好靚，即係好多人買嚟開直播你可以見到抖音上邊好多嗰啲跳舞嗰啲乜所謂嘅文藝主播就係呢啲，佢好中意係住呢啲房所以講以後咧呢個房，我哋中國大陸一直以嚟咧呢個住房嘅屬性同你哋香港係唔同嘅嚇。我之前都有講過，因為我哋大陸人永遠買樓咧係3代人住埋一齊嘅。佢年輕人買咗之後，你知上班嘅返工嘅年輕人，佢請唔起保姆嘅。一買咗之後咧，佢就接埋佢嘅父母老人家住喺呢度，就幫佢照顧細路。細路要讀書要接送係咪先？接送咁2個年輕人就係返工，就3代同堂。佢一定要買大單位嘅，最細都3房冇錢嘅冇乜收入就3房2個廁所收入高啲嘅可以買到4房同埋5房，所以呢邊嘅大單位好買就係咁樣。佢仲有一個佢老人家咧老咗之後唔係啦，同仔女住，再一個咧佢就翻個鄉下老家住就係2種狀態嘅。好少話啲香港人一獨立喺邊度買套房去養老，冇嘅嚇。所以講呢度嘅行情係咁樣，所以講咧買到公寓甚至係細單位係流通性唔高嘅嚇。所以只要可能你到時再買俾香港人咯，你有親戚朋友要嘅就咁樣啦嚇。我諗呢個係冇乜必要嘅，冇乜必要。好啦，仲有一個姓朱嘅，我睇下先。係啦，佢問佢話龍柏花園一直話買得好火全部都香港人買，有話唔俾買俾大陸嘅。佢話我嘅親戚都買喺度，其實我都想買嗰度，但係咧有啲 A 陣話嗰度唔得，有啲 A 陣話嗰度 OK。佢而家咧就問我呢個樓盤到底值唔值得買下？好啦，呢個咧龍柏花園我同你講下佢嘅性質下。龍柏花園呢塊地咧，佢原來佢係屬於李嘉誠惠州港嘅家屬樓嘅，政府就送咗塊地俾佢嘅。惠州港以前係李嘉誠投資嘅，佢嗰陣咧就好多香港嘅，即係話香港嘅職工喺嗰度翻工嘅，即係拖家帶口都有翻工。佢諗住就政府發嗰塊地俾佢做福利房、家屬房嘅。後尾咧點知李嘉誠撤走咗，惠州港變成我哋惠州政府嘅啦，同埋其他公司嘅。咁對咗啦，咁你就唔需要呢個家屬樓啦，嗰啲人又係撤走咗，唔使家屬樓。後尾佢有家屬樓，按照設計到好多係細單位，
而且佢戶型設計好似有香港嘅港式嘅，真係個使用率非常之低，而且設計到好多房間咧，佢連廁所、廚房都係冇窗嘅，佢呢一種。所以講呢個龍柏花園，佢做乜嘢打字只賣俾香港人，唔賣俾大陸人呢？其實呢個好簡單嘅道理，邊個唔想做大陸嘅市場啊？係咪先？因為佢根本買唔喐，我大陸人包括本地人一個都唔會去買嘅，因為佢只要睇過其他嘅樓盤一對比，感覺呢個戶型睇到搞都流眼淚啊！真係搞都睇唔上去。我哋大陸講嘅呢種戶型，直情都冇人買啊！佢就不如我只買俾香港朋友，我唔買俾大陸，就係咁嘅原因啦。其實後尾又係放開咗大陸可以買，但係足足放到1個半月去睇平台嘅數據，一個大陸客戶都冇人去買，所以講呢個龍柏花園，所以講呢個樓買咗之後你一樣係揸喺嗰度嘅。你想去流通買二手樓咧，好難買，講真，周邊有咁多樓盤，佢做乜嘢啊買你呢個咧？係咪先？呢個當然啦，你話我再買嚟養老幾十萬冇所謂，到時一知道我老我唔要啊，我嚟捐俾慈善機構都好，送俾親戚朋友都好，我唔打算回報嘅，可以買下，可以買。畢竟呢個老城區配套都係 OK 嚇，去到沃爾瑪都係比較近嘅，去到濱海公園海邊又係比較近嘅，啊，呢個區域係可以，啊，但係咧你話想流通呢個咧流通唔到啦，啊，同埋公寓咁樣，甚至而家寫字樓一樣，初買嘅好多業主感嘆啦，佢話真係成為不動產啦，就係喐都喐唔到嘅嗰種啊，想賣出去都賣唔出去嘅，就成為真正嘅不動產啊！所以呢個問題咧一定要注意嚟呢度，寧願買大間啲嘅，冇買細嘅。當然啊，你話完全冇投資屬性嘅，我知道10年後、20年後、30年係買唔喐，我放喺嗰度啊，或者點樣唔會報，咁可以去考慮啊。但係公寓嚇絕對冇去考慮嚇，同你講清楚，唔好再問呢個問題啦。好嘅，佢仲有一個話題，佢話啊，偉哥，佢話嗰個德州朗斯綠苑呢個樓盤值唔值得買？咁我又同佢傾咗一下嘅啊，我話你平時對你嘅嗰個即係話嗰個商業，你會唔會中唔中意經常去行街啊、行商場啊？啊，平時係唔係啊中意經常去食嘢啊，揾啲好嘢食啊咁樣？我話係喎，我都係比較而家正話退休啦，我都係比較中意玩好食嘅、好玩嘅。咁我話呢個樓盤唔係好適合你，因為點解？我德州朗斯綠苑呢個樓盤咧，就係有啲尷尬，佢嘅商業配套嚇。可以去到萬達廣場，萬達廣場係過咗3個紅綠燈，佢真係就成2公里咁遠。咁可能你去呢下，你要搭車行路，好難行到咁遠嚇。你話買餸咧，可能你住落去2年之後、3年樓下會有買餸嘅生鮮店係有啊。但係你想睇下電影、按摩揼骨，想去行下商場大型嘅，就比較要行比較遠啦。因為呢個地方嘅詞啱啱咧就係一個空缺，屬於二線南深嘅，佢冇乜大型商業，加上個入住率相對嚟講周邊係低啲，所以佢大型嘅商業佢係支撐唔起來㗎嚇。所以講呢個地方咧，你如果話我冇所謂啦，平時我係唔係好中意啊，我真係環境靚啲嘅啊，視野好啲嘅，咁朗斯綠苑係非常之唔錯嘅，超大嘅露台啊。求其喺前面幾棟望出去冇遮擋啊，小區嘅品質又唔錯，但係個商業配套啊，商業配套目前係冇嘅啊，我只可以俾得咁嘅建議俾你嘅啫。咁好啦，幾個問題咧，我就同你係分析到呢度啦。啊，等下咧我仲要出去拍片嘅嚇。如果你仲有其他問題，大家可以評論區嗰度話我知，最好就加我嘅聯繫方式，視頻上方嘅。WhatsApp 同埋微信嘅嚇，記得睇完視頻同我點個 like，唔該晒嚇。今日視頻咧就介紹到呢度，下期見啦，拜拜。